南投客中先生海绵老维安阿公嘅时光探险，作者庄维安，伫南投一张满山青翠嘅早晨，11岁嘅海绵停定期嘅阿公维安先生，行伫爱去南投学研讨会嘅路上，海绵看到宣传海报上写定客中先生，动身起来问阿公。客家文化唔系当做手听下来嘅老声音系么？做乜嘅爱按到先生呢？维安阿公小小嘅描摹海绵嘅头，佢讲文化就像一首为停定环境变换节奏嘅乐曲，今本日按出来听看啊，耶稣曲嘅系样板变来嘅。维安阿公带海绵行入树库。翻开一本黄黄嘅地图，当人知道客家人神忙，爱抢哩系天生嘅，唔过其实也系啲艰苦环境度生出来嘅本事。阿公解释，文化唔系固定无变嘅石头，系为味道生存，渐渐调整嘅智慧，就像植物，味道晒到日头，会转向穷样。俺嘅祖先未为味道活下去，创造出新嘅规矩。海绵嘅好朋友阿豪，未走来逗闹热。阿公老记头讲，头摆移民长到南投，大家互相唔识，也无强大嘅大家族做靠山。为到保护家园，本来上分嘅林沙，决定跨过血缘，强下合作。海绵同江屋讲。所以唔一定爱强相，也做得像一家人强样合作系么？阿豪点点头，记到强下看定情况，拓印下来嘅老合约，嘅系祖先历史功夫，强下变到嘅证明，也就是重新甲古桥嘅精神。维安阿公老海绵解释，也系一则由200人富人家。强下持股嘅公司，佢哋唔靠血缘，系靠股份老先机来管理土地，收益会拿来办教育、去建设。阿公讲，也就是清早嘅民主治理，本上分人未做得透过公平嘅契约，强下老社区变较好。海绵来到农机期间，看到一只冻虫嘅木来，阿公老佢讲。头摆无水准，农民爱看田食饭。雨水来到又急又急，4天时需要动到人数，所以嘅时节大家较会带啲乡下，形成太太嘅大家庭。按样则唔会错过农事。海绵此定推一下木来，感叹讲：原来大家庭系为到互相保险啊！维安阿公指定我辈现代化嘅灌溉水准讲，后来水利工厂出现咧，大家有稳定嘅水，唔是再长时间工作变到做得预测，也时节本来嘅大屋就慢慢搬做当到小家庭，技术嘅改变，啥物改变咧？沿老屋下人嘅相处方式。海绵翻开相簿，看到郑阿婆嘅相片，佢有一双健康嘅大脚。维安阿公解释，有条蔬菜流行残脚，不过客家妇人因为爱上山劳动、饲田、把宠物，天朝爱有一双做得自由行路、充满气力嘅田脚。海绵抬头看到自家做运动鞋嘅脚，心度上定。原来也双脚代表嘅系妇人嘅自由，留对屋下嘅贡献。文化系关系显切，唔单唱系传统。维安阿公教海绵当健康活体嘅世界，祖先就转去种禾嘅，也系福州。当生活方式改变，习俗未会停定进化，文化延续嘅重点唔系一成冇变，系不断调整。阿公牵起海绵嘅手，鼓励佢去想，一下嘅人爱样板延续也分弹性。林阿妹
维安阿公带定海绵去伫南头嘅山洞眺望。阿公温柔讲，也就是学中先生，佢系祖先解决问题嘅智慧，要系唔到面对未来嘅乐谱。海绵点点头，佢哋文化艺术曲嘅，也下令到佢来谱写新嘅乐章咧。